刘德昭，皇上宣你觐见，请吧。刘德昭，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？山西巡抚刘德昭，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大人，皇上，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，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，无中生有啊！刘德昭，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？回皇上的话，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，所以怀恨在心。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，盗抢我府库的官银，还有这龙三，他私刻玉玺，伪造密旨，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。皇上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臣据查实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。刘德昭，臣在。你文才不错嘛，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，难怪你能一路升迁，官拜2品。谢皇上圣赞，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还有皇上，这是龙三私刻玉玺、伪造密旨、盗抢官银的证据，请皇上明鉴。没错，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。皇上，除了这些物证以外，臣还有人证。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，他可以作证。这龙三在借住书府期间，曾经率领手下敲砖改办，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。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，可召此人进宫质询，此案可立百于天下。不必了，这儿有3个人证，个个都比你那个书府的管家重要。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，伪造玉玺，乔装改扮盗抢官银，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，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。吾皇圣明啊！皇上实在是圣明啊，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？刘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皇上，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！刘德昭，我也是证人之一，你可还记得我？皇上，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，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！皇上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！皇上，何止他们俩有份儿？刘德昭，臣在。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？臣第一次拜见天颜，内心诚惶诚恐，臣不敢直视天威，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，仔细的看看朕。
哎呀，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有失远迎啊！龙大人，龙大人，来，请。哎呀，哎呀，此次请龙大人过府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有2件东西，想请龙大人亲自过目。啊，龙大人，这2样东西您见过吧？刘大人，哎，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？龙大人，现在东西怎么得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提醒龙大人，恐怕龙大人你现在已经犯下了灭族杀头的重罪吧？刘大人想怎么样？好啊，龙大人，那我们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，龙大人，你手上也抓住了我不少的把柄。好啊，想怎么样，那就要看龙大人，你是想大家手拉着手一起死呢，还是抱成团一起活呀？刘大人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龙某自然是想与诸位一起活了。爽快，爽快！我就说嘛，龙大人是一个聪明之人。是啊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太好了，龙大人，来，咱们终于是达成这攻守同盟了。来，为了这攻守同盟，为了这一天，来，咱们满饮此杯。来。来，美酒啊！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我得求您帮个忙。何事？您瞧我脸上这个字儿啊，您高抬贵手，把您的墨宝给我去了吧。乔老板啊，您脸上这个墨汁儿啊，是我家那个侍女特意调制的。这没有1个月以上，很难洗净。龙某也真是没有办法。乔老板，要不然您多等几日。行，不着急啊。抱歉啊，龙大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来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啊，来。来，龙大人。哎呀，龙大人呐，真是一个薄情的人儿啊！面对着这万姑娘色艺双绝，居然是毫不动心呐！刘大人，哎，龙某也不是个不怜香惜玉之人，是，只是那个时候与刘大人尚未交心，背地里啊，就害怕刘大人参我一本，所以只好辜负了美人了。哎，现在好了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大可以放心的，以后与这万姑娘那是双宿双飞呀！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人不风流枉少年呀。多谢刘大人玉成啊！哪里。龙大人，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有件事儿，希望你多多帮忙啊。何事啊？我们收到消息，听说这丽嫔怀了龙胎了。正是。
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，这丽嫔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，在舒府小产了，结果不幸大出血，薨逝了。刘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刚出府的时候，这丽嫔娘娘还好好的。龙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龙大人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这向皇上禀报丽嫔娘娘薨逝的消息，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，就算是你我联名吧。快跟上，快点！快跟上，快点！真是红颜薄命啊！皇上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肯定是圣心蒙忧啊！是啊，龙大人，皇上乍闻丽嫔娘娘薨逝的噩耗，难免是有些感伤啊。不过龙大人你是知道的，好在后宫佳丽3000呀，过些时日，这事情放一放，我看也就过去了。啊，来，其实这样也好啊。舒总兵跟着丽嫔，黄泉路上总算是有作伴的了。啊，他们这一走，我们总算是安心了啊。来，刘大人，那我就不在此喝酒了。我想带着万姑娘去小别院，单独的听她弹弹琵琶，喝喝小酒，你觉得如何？哎呦，龙大人还是个急性的人儿啊！好，你且去风流快活啊。这个丽嫔娘娘的后事由我来料理。不过龙大人切记啊，这个请罪的折子要嫁给你好啊。你放心吧，刘大人。那龙某就先行告辞了。送龙大人。龙大人，请。哎，万姑娘，哈哈哈，好生伺候龙大人。是，小女子一定听大人的话，服侍好龙大人。只是，小女子尚有一事相求。万姑娘，请讲。听说，大人府上的孟祥和孟护卫，因为冒犯了大人而被您下了狱。小女子求大人开恩放了他。万姑娘，你为孟祥和求情，你认识他？刘大人，就看在龙某的面子上，放了孟护卫吧，让孟护卫送我们去别院。龙大人，放了孟祥和不难，不过本官有些糊涂啊。万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孟祥和的？你又是怎么知道孟祥和犯了事，下了大狱呢？因为小女在裘老板府上和大人府上住的时候，孟护卫对我多有照顾，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激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舒府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丽嫔死了？不是，是丽嫔娘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当时我们正在诵经祈福。
丽嫔呢？拿药来。小姐莫怪，我也不想害你，可我没办法呀。我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搁在巡抚大人那儿了。你要怪，就怪老爷生前为什么老跟巡抚大人作对吧？黄管家，啊，郭妈妈，怎么是你？黄管家，小姐是你跟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老爷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居然对小姐下毒手！她不是你家小姐。她是我家小姐奶娘。小姐呢？走，搜搜，这边这边，仔细搜。走。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我念经的时候明明看见小姐走到屏风后的呀，这屏风直通后院，这后院大门又上着锁，她只能在这儿啊。这就奇了怪了。搜，继续搜。真是个废物！你们这么多人还看不出一个女人？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小人已经尽力了。这舒婉心是小的看着长大的，她可是手无缚鸡之力呀，又没有攀爬的工具，我就不明白。他是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院墙逃走的？难不成他长了翅膀不成？不用说了，你们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早有准备啊！龙大人，这丽嫔娘娘现在何处？你应该是最清楚吧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刘大人相信吗？你们说我相信吗？来人，快，快！龙大人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信吗？不过此时此刻，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。此情此景，居然如此镇定，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。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跟本官作对到底？哈！你以为你救了丽嫔，她就可以在皇上耳边给你多吹吹枕边风是吗？就可以免除了你擅杀朝廷命官、伪造玉玺、假传圣旨的罪责吗？龙大人，巡抚大人派人前来，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换身衣服就过去。那小的先为大人准备车马。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被刘德昭收买的内奸啊？有可能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找出舒府当中究竟谁是内奸了。主子，你带着奕欢还有丽嫔娘娘先走，我仪容成你的样子，先去刘府稳住他们。啊，龙小弟，这个时候就别啊了，就听我哥哥的吧。他武功很好的，你放心，若是没有咱们拖累他，他一个人谁都控制不住他。而且我跟主子身材相仿，倒正好方便互相易容。奕欢，我帮主子易容，你去通知丽嫔娘娘，让她做好准备，马上逃走。好。主子，多保重。要不要带几个侍卫？不必了，你跟奕欢更需要人保护。等我去了刘府，引开刘德昭的手下，你们就赶紧出城吧。等一等，多加小心，不要恋战，务必全身而退。多谢主子关心。李建清，怎么会是你呢？都别乱动！别动啊，走！
姓李的，放了我姐夫，不然我弄死他！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，你以为用她就能威胁到我吗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你跟那个姓龙的自诩为仁义之士，为了那些灾民，你们都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，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为你送命？放人！万姑娘，我刚才就是顾及到你的安危，才想用计带你离开，没想到你还是放不下孟祥和。也罢，秋桂，只要你把他放了，我就放了你姐夫。你当我是傻子？先放了我姐夫，然后束手就擒，我就放了他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弄死他和孟祥和。好，我答应。西外呢？手上刘大神，刘大神啊！你是倾城？没错，我是雪倾城。不行，小师妹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。这府上既然出了内奸，我们的计划暴露，孟祥和也迟迟不来送信，说明他已经出事了。我要留下来，跟师父一起救出孟祥和和舒婉心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朱哥哥都说了，他会见机行事救出孟大哥的。大师兄虽然武功高强，可留他一个人在这里对付刘德昭这帮心狠手辣的禽兽，我不放心啊。雪姐姐，我觉得你对朱哥哥真好，事事都为他着想。小师妹，你别多心啊。是因为大师兄身份特殊，所以我才把他的安危放在首位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不用多心，我心里都明白。主子，你们先离开，我留下来。为什么？臣妾手无缚鸡之力，身子虚弱，若是主子带臣妾一起走，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。可是刘德昭已经打定主意要跟我这个钦差大臣翻脸了，你留下来的话会很危险。刘德昭和您翻脸，可以借口说你伪造玉玺，假冒钦差。可臣妾是真真切切的丽嫔娘娘，她不敢公然害我。若是来暗的，臣妾这府上大多是跟随家父几十年的老人，不可能都被刘德昭收买，他们必定会尽全力保护臣妾。再说了，只有主子安全了，臣妾才会安全。是啊，龙小弟，丽嫔娘娘说的对。第一，她留在这儿可以稳住舒家的内奸，还有就是可以为我们逃出太原多赢一些时间。你就听她的吧，只要你脱身了，他们不敢对丽嫔娘娘下黑手的。来人呐，来了。娘娘，你有何吩咐？你去把府里的下人都集中到大厅，我要让大家和我一起给老爷诵经祈福。是，老奴马上去办。主子，一会儿府里的下人都会集中到大厅，你们就可以从后门离开了。叶欢呢？我不在你们身边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主子，保护好自己呀。放心吧，丽嫔娘娘，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是什么放毒啊、防身啊，我都是可以的。倒是你，现在舒府特别不安全，你得自己小心啊。婉心，想不到你平时柔弱，却是这般冷静果敢。待我平安脱身，一定想办法马上回来救你。待回到了紫禁城，一定好好奖赏你。主子安全，就是对臣妾最大的奖赏。万姑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快了，麻烦您再等一会儿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可算来了！你是舒姑娘，我就是雪倾城。
咱们总算见面了。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多谢姐姐以身相替，我才能有机会和孟哥哥私奔。当初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有什么话还是出去再说吧。舒姑娘，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。不行，走不了了。刘德昭宴请钦差大人，要我前去陪酒助兴。啊！怪不得裘敏在外面守着。如果他去宴席的话，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。万姑娘，衣服换好了吗？别再拖延时间了，快点啊！万姑娘，万姑娘，你如果再不回应，我得冒昧进去了。走吧。秋官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就会武功了呢？他少废话。小姐，怎么是你呀？管家，你说谁？她是我家小姐，丽嫔娘娘。可是不对啊，我家小姐不会武功啊。虽说入宫之前，长河老爷骑马射箭，可那都是闹着玩的。怎么突然之间？这2记耳光是替舒家赏你的。你到底是不是我家小姐啊？刘大人，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。姐夫，退下去！退下去啊！对！退下！退下！快退！快！都快点呀！刘大人，放了孟祥和，给我们准备3匹快马。我备马。备马，快！舒姑娘，你不要着急，青城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把你的孟哥哥带回来的。哎，但愿他们3个能平安无事啊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来了，什么来了？我听到马蹄声了。看，青城带着你的孟哥哥，他们回来了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太好了！哎，刘德昭那个狗官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好歹我也护了他10年，救过他无数次，他对我算手下留情了。只是给我灌了些舒筋软骨的药，把我关进地牢。多亏李兄和雪姑娘救了我，还帮我解毒，恢复了武功。感谢3位的救命之恩，我们无以为报。在此，我们2个就给3位磕头谢恩了。哎，孟兄，快起来！来，婉心妹妹，你我虽然非亲非故，却因容貌相似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孟大哥也是位忠义之人，
看着你们两个终于能够冲破一切障碍，携手此生，姐姐我啊，不知有多羡慕呢。雪姐姐，我有我的孟大哥，你不是也有李护卫吗？我祝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，白头偕老。舒姑娘，你误会了。李护卫他从小就已经有了未婚妻，他的未婚妻也是我们倾城的好姐妹，她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只是兄妹之情。对不起，我给弄错了。那我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，又让雪姐姐顶替我入宫，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。婉心妹妹，今日我不得已在刘德昭等人面前显露了武功，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身份，但只要你不暴露行踪，不落到刘德昭等人的手里，他们就没有证据证明我是假冒的舒婉心。所以，姐姐拜托你，一定要远离山西，小心隐藏行踪。好，三位放心，我与婉妹此去必定选个隐秘的地方，野性埋名，男耕女织，过些平淡的生活，绝不给各位再添任何麻烦。如此甚好，孟兄。其实我也很羡慕你。李兄，你不也有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吗？听说还是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妻，不像我跟婉妹，还要经历这么多波折。我和我那未婚妻之间的波折，只怕比你们还要大。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李护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和舒姑娘他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孟兄，你和舒姑娘各骑一匹马，赶紧快马加鞭，离开山西。好，多谢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保重。雪姐姐，李大哥，再见了。一路平安。保重。这。师傅，你跟我们一起去见康熙吗？我就说你的病已经好了。不，我要回明珠谷，协助晋王查出谷中奸细。倾城，以前我陪你进宫，是担心你的安危。如今现在宫里面有太子还有奕欢来照应你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就告诉康熙，虽然我的病大好，但是我要留下来给老爷守灵。那师傅，您一定要多保重。多保重。行了行了，消消气消消气啊！水。对对对。你说啊？哎呀，这个李建清啊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在外边没被别人打死，你想烫死本官啊？不能轻着点啊！啊！怪我怪我。你说这个李建清啊，实在是太可恶了啊！临走还把本官给伤了。我不杀此人，我誓不为人。姐夫，你放心，如今整个山西境内都通缉他们呢，跑不了。秋哥啊，你说这个万苏姑娘，她会不会是这个丽嫔舒婉心啊？不大可能吧？
这万姑娘是我手下从外面掳回来的，而且奇了怪了，她本来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突然之间就成武林高手了？那这个万苏长得跟舒婉心是一模一样，而恰恰就在这个当口，丽嫔娘娘从舒府消失了。舒管家啊，在。你仔细的回想一下，这个丽嫔娘娘回府以后，她与她进宫之前到底有没有区别？有。这次小姐回府以后，确实与以前有所不同。我还以为她是入宫做了娘娘，这气质仪态自然与做小姐时不同。现在想起来，她应该不是我家小姐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冒名顶替？哎，舒剑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找个人冒充他女儿进宫？舒管家，那挟持裘贵的可是丽嫔娘娘。反正我家小姐不会无过，挟持裘老板的肯定不是我家小姐。至于是不是丽嫔娘娘，我还真不敢妄下定论。莫非这舒剑找了一个样貌相仿的江湖女子，冒充你家小姐进宫？这万苏才是舒婉心。万苏，舒婉心。姐夫，我觉得你这推测应该是对的。他本来应该是找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，后来知道他爹病重了，才冒险出来，要见他老子最后一面。可是没成想半路给我劫了，他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才谎称叫万苏。此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。那舒剑为什么要找一个武林的高手冒充他女儿进宫呢？他意欲何为呀？既然咱们能够证明这个龙三是个假冒的清斋，若咱们同样能够证明这个丽嫔娘娘也是假冒的，那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轻点，轻点。是。皇祖母，可有皇上消息了？暂且还没有。皇上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，妾身的叔叔也没有了音讯，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你慌什么？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，越不能慌。锁头半个月前曾送来密奏，说是皇上要办刘德昭，为防刘德昭狗急跳墙，奉了皇上的旨意去调御巴赞的兵。也许他不在皇上身边，也没什么密奏的，所以就没有送来。可是，不仅有刘德昭，还有吴三桂的人也盯着皇上呢。妾身是在担心。吴三桂倒的确比刘德昭更可虑，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。吴三桂的嫡长子吴应熊还在咱们手里呢。哀家已经另派心腹前往山西去接应。你呀，可是后宫之主啊，千万不要乱了阵脚，切记不要让别的嫔妃们知道皇上去了山西的情况，免得多生是非了。多谢皇祖母提醒，妾身明白了。搞定，好嘞，真香。老大，你这偷鸡摸狗的本事还真不错呀。注意啊，我不是偷的，我在农户的鸡窝里放了一锭碎银子呢。得了吧，不告而取就是偷。行，我偷的，待会你别吃，啊。丽嫔娘娘，来，好香啊！来吃吧。吃完了这儿还有啊，接着来。来，我的呢？你的？你刚才不说了吗？这是偷的，你就别吃了呗，要不然就跟我们分赃了。不是。哇，
主子，您先用我这份吧。你看看，任婉心好。来，丽嫔娘娘，来。好。好好吃。老大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学别的不精，但是我以前有个师傅，他是前明的厨子，是最有名的厨子，所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可认真了。前明最有名的厨子，御厨啊。主子，千万别听玉环瞎说。那个教咱们做饭的师傅，不过是在大户人家掌过勺而已。是啊，我不吹牛嘛，别戳穿我呀。不好，有大批人马追过来了。你怎么听到的？等你耳朵听到时，那就晚了。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过来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突围啊？这批人武功不弱，人数众多，若强行突围的话，恐怕难护主子周全。幸好我做的人皮面具还在，只能用之前的办法了。我找一个侍卫兄弟扮成主子的模样，我们先引开追兵，东西都不要带了，赶紧撤离。好吧。陆小弟，他们为什么都黑衣蒙面啊？他们不是刘德昭手下的官兵吗？刘德昭应该是想嫁祸给牛角寨上的山匪，所以都不让手下暴露身份。封禁！是这样吗？好狠啊！抓住龙三和那个姓李的！幸好你哥哥的武功高强，连我从宫里精心挑选的侍卫到那些蒙面人，都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偷懒，我哥哥可不，他勤快着呢。我哥哥啊，什么都会，本事大着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。幸好，他不是我的敌人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自然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，他会保护你的，放心吧。遇上你们兄妹俩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上天一定是派你们来辅佐我的。快追！没事吧，陆小弟？没事了啊。看来这出了紫禁城，还真得让你这个老大保护我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赶紧去另一棵树上，把丽嫔弄下来。哦，对，走。走。丽嫔娘娘。哎，丽嫔人呢？薛姐姐准不放心朱哥哥，又悄悄赶去帮忙了。丽嫔怎么不见了？我可能记错了，我哥没有把她藏在树上。那咱们赶紧一起去找她吧。书剑已经为国捐躯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。龙小弟，你可真仗义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丽嫔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臣妾被李护卫藏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，我看到他们走远了，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。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，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？主子，臣妾的爹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，臣妾小时候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这点胆量还是有的。以前在宫里的时候，
总觉得你知书达理，多才多艺，温婉可人，没想到你还外柔内刚，有胆识。主子过奖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别在这聊天了，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这样，去反方向，咱们逃吧。好。你的手，快快！不是我的，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，我把那个人解决了。快走走。给我拿点水。谢谢啊。他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不行了，救住我！疼！我这有水。忍着点。王大哥。所以，王大哥乔装成主子的样子，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放，中了好多刀。这些侍卫都是我从宫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个个都训练有素，忠心耿耿。出宫的时候有30余人，现在却只剩下这么10来个。刘德昭啊，刘德昭！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清楚。主子，昨天我本可以杀了他，但我未奉主子的旨意，不敢擅杀朝廷命官，而且就那么一刀结果了他，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你做得对，要杀一个刘德昭容易，但是一定要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，明正典刑，这样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等我回了宫之后，就借刘德昭这颗人头，开启整顿吏治之风。哎，朱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刘德昭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派人来抓我们，为什么让他的手下偷偷摸摸的呀？这些黑衣人不是刘德昭的手下，不是刘德昭的。主子，你看这些伤，这伤怎么了？这伤都是左身右切，下身上切，说明这些杀手的刀法习惯反劈和上撩，这和之前舒总兵身上的刀伤是一样的。这是江湖中地躺门的独家刀法，刘德昭手下的正规官兵不可能会使。那按你的意思说，追杀我们的人和刺杀舒剑的人都是同一伙人，都是吴三桂之士？10有8九是如此。难道吴三桂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？这倒未必，也许吴三桂只把你当作钦差大臣，怕你调查舒剑之死时有所发现，才想要在山西地面上杀人灭口，嫁祸给刘德昭。看来你说的对啊，这趟回京的路上注定不会太平。主子，有一队官兵追过来了。有多少人？30、40人。主子，我们赶紧走。昨夜我们刚经历一场血战，不宜跟他们硬碰。没有船也没有桥，我们怎么过河呀？主子放心吧，昨夜我们逃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安排兄弟们提前过来探路，准备好了渡船。河的对面是一片宽阔的树林，只要进了那片树林，追兵们就不容易追到。你应变能力之强，安排之周密，确实令我大开眼界。要是论江湖经验，我确实不如你。主子过奖了，臣从小生长在民间，在江湖中摸爬滚打，而主子高居庙堂之上，行的是安邦定国的大策，臣怎敢跟主子相比呢？你也不必谦虚了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在这方面，我确实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主子，我们尽快骑马上船吧。来，快跟上！
这边。追兵马上来了，你们先走，我带侍卫兄弟们去引开追兵。哦，主子，我跟李太医一起骑马引开追兵吧。那不行，婉心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。可是，我担心这船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，况且臣妾又不会水，出了意外，大家更危险啊。可是，主子别犹豫了，你的安危最要紧。一环，主子交给你了。行，出发吧。走。我们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奇怪，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，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如影随形？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？不可能啊！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，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，没有人了。希望如此吧，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，一直在追踪我们。奴才已查看了竹林，没有发现敌人。好，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把船推走干嘛呀？这样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龙小弟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啊！你说你把船放在这不推走，那敌人追上了，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？真是。哦。哎，你会不会水啊？不会啊，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，从来没下过水。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？你当哈鸭子算了。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了。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，他呀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。哎，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也没用啊，他还得护着婉心，那怎么从河对岸游过来？我哥哥怎么可能带着丽嫔娘娘下水啊？我哥可厉害了，他会很多本事，只要给他半个时辰，那河边这些树木啊，就可以让他弄下来做一个木筏，直接带着丽嫔娘娘就可以划过来了。再说了，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，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们。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。以前啊，我还挺自负的，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。现在才知道，这世上人才太多。只是我很幸运，若你哥哥做了皇帝，未必比我差。哎呀，龙小弟，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，知道吗？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，我开个却无妨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们赶紧进树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走。
等一下。老大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，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。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我怕有埋伏啊！你以为你真是龙啊？能腾云驾雾啊？老说我武功差，武功差，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？有埋伏！主子，你们先走。走。你怎么那么重啊？重的跟猪似的，累死我了你！好险啊！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？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吧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笨蛋，准是吸了毒烟了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老大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做什么梦了？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。不正经，一醒来就不正经，是不是？老大，我呼吸不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装的还是真的呀？哎，你别吓我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！龙小弟！万事怀念，心中细流。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大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很难受。你再给我做一下。做什么做？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？龙小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啊！龙小，重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刚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呢，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
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不，哎，老大，你不是，你别生气，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哎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。哎，老大，不是，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。走开，快走，二位慢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，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客官慢走啊！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嗯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慢走，快点啊！大师兄，不是那儿，是这里。啊！怎么了？大师兄，现在啊，你是大夫，我是伤者，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。来，我们这一路上，自离了太原，就遭到吴三桂、刘德昭2路人马的追杀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和计划了如指掌？对，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很有可能，我估计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。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，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点水。钱啊！哎，老大，付账啊！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。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啦。哎，二位，你们谁付账啊？不是，那个掌柜啊，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赖账的都这么说，我见得多了。不是，掌柜的，我没有想赖账，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，然后我们……哎呦，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，一会儿说丢了，这出来想混神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真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！哟，哦，摆个臭架子吓唬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，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
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啊！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我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那是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啊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啊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行行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哟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，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